这个宜兰落超大雨，搁伫咧警戒的范围内，煞爱上班上课，民众是气甲唔好讲哦。这个宜兰是连续2天拢受到风台的影响，气象局嘛针对着宜兰来发布着超大雨雨的警报。但是宜兰县政府也是宣布爱正常上班上课，大批的民众引入去县长林姿妙的面册来炮轰痛骂。若身体关系是一直拖到暗时9点外，才宣布爱上班上课，嘛互民众不满愤怒。什么天气？早起6点外，宜兰地区民众用手机录当地风雨影片，纷纷传到县长林姿妙的面册，佫有人写讲爱县长林姿妙起床，看这个风雨要安怎出门上班甲上课，有3000多条不满的留言，互这个林姿妙面册灌甲崩去。因为日出登陆海开风台，宜兰虽然无伫暴风圈内，但佫还是警戒区，尤其是透早风雨拢够大。中央气象局早起5点慢慢发出超大雨的警报，要已经出门的民众讲，若都爱闪涂骹落落来树枝树瓦，个人即摆看到有伫咧跳倒摆的人，和风台吹甲冰车，真正是有够危险。有比较危险一点，有比较危险一点啊。你觉得风雨有点大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哈，你希望放台风假就是。对。即摆宜兰县政府无放风台假，真侪民众伫警体讲完全是比较想法，无算是东部地区。针对这点，副县长嘛出面回回。并没有传出重大的一个灾害，我们的县民也会往返于双北来做工作这个考量当然也会考量的其中之一，但是绝对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昨暝8点，新的县长尤文高同个人的面册写讲，无达到停班停课标准，宣布正常上班兼上课。不过这个文章短短2分钟就被删掉。想袂到讲，搁等1点钟到9点时，新的县政府又完讲爱上班上课，和新的人昨暝是有够生气。可能内部还没沟通协调好吧？还有跟新竹市政府的一个协调，让市民觉得。怎么宣布了又不见了？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这样子。因为风台暝，这个大陆的告示牌啊，和这个风台的吹甲四界都乌袂走，经过1天尔，风雨真正有较回。新北市政府的面册嘛，真个民众真不满，讲这个宣布时间伤晚，正在讲过长工爱上班，敢要放风台假，还是政府拢真为难。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